星星注意，依家天父有個好重要嘅任務俾你哋啊，就係要帶嗰班牧羊人去玩新生活。好嘢，我哋有任務啦！小孩子開心啲啊，好點啊，好可愛啊！我見那星星在我腦中，暗夜裏會照出亮光。最近我見是夜深人路，在漆黑中也不驚怕。如那顆星星，最有耐心，照亮你與我，勇敢繼續衝。縱疲倦了，有耶穌看顧，主的手托帶着我。從今天起，這個和願帶領我去遍尋耶穌，尋遍個心愛的我，尋遍榮耀奇妙救恩。我見那星星在我腦中，黑夜裏會照出那亮光。讓人望見是耶穌引路，在漆黑中也不驚怕。願那顆星星讓你有耐心，照亮你與我，勇敢繼續衝。縱疲倦了，有耶穌看顧，主的手托帶着我。我哋係時候出發啦！小孩子好可愛啊！哇，好光啊！你哋係邊個嚟㗎？你哋唔使驚，我有個好消息話俾你哋知啊！新生娘就快出世啦！小孩子好可愛啊，好聰明啊！他就是救主基督。
冇錯啦，呢粒星星就係代表一個新生活嘅誕生啦。請問有冇房租啊？今日太多客人啦，啲房住滿晒。哎呀，個頭好痛啊！我太太就嚟生 BB 啦，啱啱有個馬棚，不如你哋入嚟休息下啦。好多謝你哋呀，你哋跟落嚟啦。乖女啊，個個都好乖。將最貴重嘅黃金、乳香同埋沒藥送俾小耶穌。3個小孩子，恭喜你哋呀！你哋終於完成任務啦！好可愛。原來天父創造我哋，就係要喺黑暗中閃耀，照亮每個人嘅生命。指引佢哋行走前邊嘅路，你講得好啱啊！天父為我哋創造咗一個美好嘅世界，將最寶貴嘅主耶穌基督送俾我哋做禮物。只要我哋接受耶穌，就會與我哋同在，佢就好似夜空嘅星星一樣。照耀住我哋，